先开始来关心昨昏有民众走去新北市新店公园桥卡耍水，发生毒水意外，消防赶紧去救，结果救人的过程中，消防的搜救船嘛冰船，造成一个姓胡的消防人员不幸殉职。也若毒水细弹的民众尾也嘛救无回来，结果2个人死亡。也若目前，阁有一个义消甲一个消防人员当在病院抢救。风台拄早就民众违规伫公园桥下楼的蓝沙坝耍水，初尾下昼4点多，传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毒水的意外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去救。伫挖掘的过程，救生船煞意外冰船，造成船顶5个人，3个河水流降入去坝底，2人砸掉。送病了后，姓陈的查甫人救袂大，消防员吴文秀不幸殉职。另外一位义消甲消防员也搁伫咧抢救，市长侯友宜2遍去甲因看。有民众在那个地方戏水，这是一个违反规定的一个戏水游戏。那因为溺水以后报案，在抢救过程当中，不幸3位同仁因为翻捡到坝。消防局表示，这群的人员拢有受过专业的急流救生训练，并且全程拢穿标准的配备。不过因为现场的水正错流，而且一管入去水流旋流区救人，才会造成冰船的意外，人跋水的。殉职的消防员吴文秀37岁，警专25期，有16年的年资，今年也阁考到警察大学2级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日举行正义，要求消防员全部纳入职安法。至于同仁为什么会造成事故的原因，而为什么翻船，那这些详细的原因，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调查。那在抢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同仁的配备非常完整。怎么样会造成这样一个事故？我们会做一个专案小组的调查。有咱分队、特探分队的消防员甲义消最近坐港一台船，是毋是消防能力无够？代志发生去人阵，敢若一台救生艇伫咧危险水下救人，是毋是有按照 SOP 流程？这个拢爱进一步了解。侯友宜伫咧 FB 讲，甘愿莫有影响，只要每一遍出群，当然拢会让平安倒转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